共当局在占领下的东突厥斯坦继续实施的所谓一家亲政策，每个维吾尔家庭入住一个中共干部，绝大多数是汉族人。这些亲戚不仅不尊重维吾尔人的价值观，而且侵犯人民的隐私权。最新一段视频显示，在东突厥斯坦局势多么残酷。一名警察问凯利宾努尔：“给你找一个汉族对象可以吗？”维吾尔姑娘无奈地回答：“为什么不行呢？”警察追问：“你能吃猪肉吗？”维吾尔姑娘说：“当然吃。”这些汉族人利用所谓极端和分裂活动指控来威胁维吾尔人。凯利宾努以后找那个汉族没事吧？没事。吃腊肉行不行？可以。是吗？不错，哈哈。哎呀。美国穆斯林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关于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的会议，会议旨在向公众提供关于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受到的种族歧视和数百万穆斯林被非法拘押的集中营的信息，并创造社会舆论。维吾尔活动家罗山阿巴斯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主要介绍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种族灭绝和其他侵权行为，以及维吾尔人的局势。另一方面，东突厥斯坦文化和协助协会外事负责人阿卜杜卡迪尔图姆托尔克在奥地利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举办的会议。他在会议上发表讲话，并介绍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行为。日本说，中国空军7架战机星期六穿越宫古海峡往返飞行。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斗机应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称，这7架中国军机分别为4架6K 轰炸机、1架图154情报侦察机以及2架位置型号战斗机。中国政府报告说，日本对这些岛屿的控制是非法的，并不承认日本对这些岛屿的主权。俄罗斯总统将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一份声明中说，内塔尼亚胡将于4月4日前来莫斯科进行一次短暂的工作访问。他说，内塔尼亚胡将于4月4日与普京进行简短，同时也是快速的会谈。德国总理周二表示，希望英国脱欧有序。尽管在英国退出欧盟的4月12日截止日期之前存在不确定性，我希望仍能找到解决方案。默克尔在讨论欧盟未来的问题时说道。关于2015年德国难民潮的提问，默克尔警告用词要谨慎。他说，难民潮这个词并不令人愉快，并引起了观众的注意。虽然很多人来到这个国家，但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为个人。